家好，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。今日呢，我揀選咗良友電台一位嘅聽眾來信，我哋為佢守望。呢位聽眾叫做楊弟兄噃。楊弟兄咁樣分享，佢話媽媽以前呢係幫人算命嘅。喺呢種嘅環境成長嘅我，對偶像係根深蒂固，但係全家呢都冇平安嘅，而且受到好大嘅攪擾。係一個偶然嘅機會，福音臨到我屋企。20幾年前，我哋全家都歸主。喺大學嘅時間，神呼召我去讀神學，後來更加係全職嘅服侍。神賜俾我寫詩歌嘅恩賜，亦都同一啲嘅機構合作。而家呢，我同幾位嘅弟兄呢，共同成立咗線下傳福音嘅機構喎，亦都同時間我哋係服侍青少年啦。見到好多年輕人俾手機捆綁，即使係主內嘅，亦都好軟弱。我哋每個月去唔同嘅地方組織培訓啦，幫助年輕人同主建立美好嘅關係。呢個係我哋嘅使命嚟嘅。教會好需要新鮮嘅血液。我哋一齊低頭為楊弟兄禱告。神啊，真係你好大嘅恩典，改變咗楊弟兄整個家庭，一家都信咗耶穌。更加感謝你改變佢整個嘅人生觀，將佢自己有限嘅人生奉獻俾你。唔單止接受裝備，亦都佢揾到自己嘅恩賜。求神你繼續嚟到使用楊弟兄同埋佢呢一班志同道合嘅夥伴，讓佢哋嘅培訓，讓佢哋接觸嘅年輕人都得到佢哋嘅鼓勵同埋生命嘅幫助，以至咧佢哋就好似呢楊弟兄佢哋呢幾位一樣咧，可以生命咧被主使用。我哋同心嘅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寶貴嘅名字，阿門。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，希望下個禮拜再見到你哋，我哋一齊守望神州。拜拜。